出来。哎呦，这个是谁嘛？我讲我。早点吗？这里啊。这个看不看？说实话，有几千张照片，全部不是了。哎呦，去日本的照片拍了这么多，全部删掉了。为啥不带卡呢？참 죄송합니다. 무엇을 가지고 김치차가 새로운 초대나 최고를 세고 그래야 정말 나중에 죄송합니다. 뭐가 잘 가져 앉지
舅，加油啊！我那些都是那个该去按到手给弄好了。我们就在外面啊，在外面吃饭啊。不，你要整个那个美的哈。谢谢支持哈。你要咋子？把钱拿去。太短了，这个脖子。下来个。把头出去了。会连成一圈儿，圈太大了。
嘛？你要搞啥？把那东西给忘了，这个装备。你放嘛，你脚放嘛，不会长的。快！大哥，收音器少。哎，搞忘了，到了锅里面就搞了。可乐哈。叫啥名字？我也搞忘了。欢欢。走，跟我走。我那个360是一般的。运动项目。他们65有点慢了，刷东西了。我刷电视，我随便刷。啥意思？就是一般的，都可以啊，都可以用啊。上架。那你要干他在早上哦，他可以多个东西。过来。耍了1个多月。哎，用准来了，昨天没来，拿不完。好贱的你一圈。
大的。啊，谁来了？看哪个？镜头没有带卡，今天搞了2个小时，在地下室，要下雨没下雨。这边有个小朋友。你在看17小姐嘞？来吗？他来了吗？他来了吗？哪个？17。没看到。他是看上装外套，看。有个小朋友。我给你们拍一个，快，超好。啊？你别管我。前面，后面那个，前面那个男孩特别漂亮。对啊，就是跳啊，看他的动作就知道。
起来了，没看到嘞。你住这附近吗？对啊，在那儿。我帮他去在放你们家吗？啊，你们家？他俩还来不来凑？我们应该来不？来还是不来？啊？来还是不来？来，应该来。看你不是才是。哎，我上次去的对，不是多久？前天的，他那他的他。变了，时间变了。لا تابوش هذا مركز تسمو قولي سما زحشاكا就放那个9分钟。
哎，6号了，又换了。那他放了一个刘娟老师的那个什么服装，你想搞忘了，18分钟那个。
3缺1，还差个瑶瑶哈。他们两个，所以。你看车况，哎，那个。这个是印度的吗？反正是反正是那边的，应该是印度那边的。哇，这个是吧？这个有意思。这去小朋友抓呀？小朋友他不就跳啊？好萌啊！让我把这个放在一个别人不知道的地方。跳有点跳。还有提前让明白。好像没来呀，没来。12岁到13岁小娃，我们叫他老娃。姓王那个前面那个姓王13岁，我们家那个孩子也13岁啊，但是比较忙。男孩子他喜欢玩游戏，主要是玩游戏。
赚2000再赚回去。
那几个了？招人呢？哦，他们在后面呢。啊，转过来，转过来。这不是招人。不知道要转多少圈儿。从哪拿的？查一下吧，能不能 Google 一下？官方解释是。还有几个小混的，这样吧，没找着，他们，哎呀，快买了，这些倒是，这些都是。
你写完了可以走了，但是所有男生你都写完了。还有吗？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对啊。把小朋友热一下。你跟那个差点你跳舞，然后他也跳舞，然后跳舞那做对对对。然后旁边还有个女生。旁边还有一个女生。什么时候啊？我没事，上你跳啊！那个是那个。我在写，当时这个是我的了。这是在这里面。啊，在2楼，2楼那个包。啊。他在那里跳舞，在3角形那里跳舞，他们就他和还有他们3个，还有那个好像就只有你们3个，他就去另一个地方，然后就你们3个在那跳。哦，那一个小孩我也不知道是。是我，那个扎西站了。去这边站。你们去后面。对对对，你们这个去这边工作表。我们拍几个视频。我不会哦。后面好。会吗？看了。等一下就这个跳完就没有了，用走嘛。哥哥给你拿吗？老总。동산 다 저기 수크가 슈트 차스 타고 있는데 휴 나시오세요 차스군에 집에서 지금 요거 맞다 몇번 이거 좋았어 드리면 좋았어 지금哎，不要看。我来教你真的。来耶！可以跟我学。不一样，女生的不一样，然后我们排在前面。是女生男生不一样吗？女生男生不一样。这一样的。哪有？
不在那儿吗？看吧。这不了。今天吃啥子？没有我的。好，来等我过去。先喊我不能给我做个。这个也好吃。快了。对，有5种，反正我有6色的那种。一会儿去问一下啊，去问一下他们，基本他们都知道，我们不知道。这个糟，不是1个半钱，1个半，1个半一码，1个半一码，1个半一码，这我这个怎么看一遍？不要去看，看一遍。看一遍。满嘴，满嘴，对对。这个是一道卓玛的解酒。他们团队从现在拍视频。今天删掉了几千张照片，出门忘记带卡了。没买的，可以吧？很方便吧？这个有便宜，没得付钱，可以开起来很好。这个2000多块钱，2500。一般几百块都有，这样全部1000，应该是1年多的照片吧，全部删掉了。没卡，他们没带卡呀。只有256块钱的卡，那个649卡没带。这个是
拍照片用的。直接可视化嘛，直接开始93，直接重新可视化不看了，还是来了。它不会咬人。哎，这好了，好看，那个不是，那个算不玩嘛，过过去跟玩。唉，准备去买一张那个1920的比美，1920兆，那个索尼的卡，那个卡速度要比这个卡慢1倍，这个是400的，最高速度200，它那个价格是1万1嘛。在日本我看价格，国内还是国内厂卖11099，然后那个日本那个卖14000嘛，16000，但是国内便宜。帮忙嘛，帮忙吃。
上去，对，可以。又弄了不行。这都不要。我们下面你几岁了？12岁。他12岁就上，才几岁吧？应该才几岁。我在这里给两个。看一下。他不杀了。太贵了。今天人去了吗？还没去哦，我看的人多得很。
没有了。有一首歌没拍到。有好多人。现在啊，24。真的走了，不要走。我帮我拿一下，我帮我拿一下。要去吗？你要去吗？等会儿嘛，拍一会儿再过去吗？行。我不让这去。啊。我不让这去。我这里。嗯。慢着去。人在这。喂喂，赶紧。我要。有吗？有吗？慢着点。他们那个看了，我们有在放一些。有5种颜色，有5种颜色，那个有5种颜色，拿到多少？啊，对。这一两天没来啊，昨天没来，前天没来。我们一直在兰州一直看球，从兰州过来的。从兰州过来的。兰州那边也有各种队的嘛。兰州有，兰州没有这么跳。兰州有个瑞瑞嘛。对。瑞瑞他们。啊，他跳的你看那兰州，你看我们兰州跳。阿罗我爸那个。拿我吗？谁的包包？那妹妹的，给我吧。来吧，去你那去。给我嘛。是在万达广场那边吗？不是，在那滨河路桥底下。啊，这个就是兰州现在跳的好的这一个。跳的可以啊。他这个合很多吗？这个就是刚才穿灰衣服的那个，一共是3个，还有一个男的，这几个跳的好点，再就不行。兰州最有名就是那个，最有名气的就是万达广场那边嘛。哦，他不是在万达广场，另外他是在那个国际会展中心。是谁的？是那个是那个有麦克风的嘛？啊，他那个是拍摄的用的嘛？应该是有麦克风那个 DJ 那个拍摄的那个搞忘了嘛。李哥，走吧，走不走啊？我们过去。你要走吗？走吧。那你你骑车的嘛？那骑车的嘛？那你骑车嘛？我坐那个的车。去阳沟。我坐李老师的车。